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花花的世界，阮的心真容易用这世界引诱。愿你坚固阮的心，开阔阮今日阮的心，听到你对于天顶来的话语，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经济发达，大环境的进步，互咱这世代进入前所无生活中的富裕。但是带来愈来愈大的贫富的差距，伊甲咱人甲人的之间渐渐造成真大的隔阂。真侪弱小的族群，因的生存的权利不断受到无重视。赢的这边的人，咱叫做人生的胜利组，因想要规划放弃；输的这边，咱讲人生的失败组，生活真无保障，经济有压力，因有忧郁症、自杀咱看咱附近就侪流浪汉，这社会种种的问题会发生，互咱感觉这看是充满有机会的年代。也是充满痛苦哀求的年代，人的心特别的贫乏枯干的一个年代。咱人的心需要有一个出口，咱的心需要接受医治。同款伫2000年前，也是有一款弱小的族群，因的内心痛苦，需要受医治。今日的经文15章第1节安尼讲。这是较新现代台语的翻译。有一边真侪收税的人，较侪人挖滚耶稣要听伊讲道。收税较侪人伫迄当时，互犹太宗教领袖气煞，当作无清气的一群人，爱他们一切的人。但是这群人愿意滚我耶稣，听耶稣讲道理。圣经描写这个宗教领袖后咧，因议论讲，这个耶稣哪会接纳罪人，搁甲伊食饭，因为找耶稣的空拍。一般咱的做伙来食饭，代表一种接纳的行为。耶稣接纳看重这罪人，这社会弱势的族群以及边缘人。这人看到这宗教领袖的心，甲古早以色列百姓同款。古早上帝差派侪先知传达悔改的信息，以色列百姓无要听。如今这的宗教领袖同款，因虽然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做真侪工，耶稣赶鬼、医病，行侪圣业，传讲悔改的信息。因甲阮心啊石头共款，因无愿意接纳，因搁自私自利，想要如何去阻挡人去亲近耶稣。耶稣知影这宗教领袖因私底下的议论，就对于这自私的宗教领袖讲一个牧羊人的比喻。伫农业时代，伫迄当时农业时代，各样的牧羊人被赋予属灵上面的一个很大的意义。你犹太人古有圣经常常的出现，那西边里的沙边呢，就写了一个耶和华喜欢的果效。以赛亚书佫讲，因为亲像牧民没有家己的牛。以西结书有预言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所以，当耶稣对因讲这比喻的时阵，各样的人就互伊想到啦，耶和华上帝，羊代表上帝的百姓。咱做伙来读今日仔日圣经节15章第40甲第60节。15章第40甲第60节，来请。大家游戏的家，然后大家听天说起来，一点就欢喜，第一
就快我欢喜，因为所赐的油，我已经找。伫即段的经文，耶稣用羊的比喻来对因解说。100只羊其中的99只，代表是上帝和上帝利用的百姓，就是这个自高自大的，认为因较是上帝子民的宗教领袖，因较是正统的，其他的人拢无资格成为上帝的子民。行无去的迄只羊，代表是互因气煞看袂起的罪孽。伫99甲1遮大的数字中间，咱会爬上帝伊愿意放弃属伊的百姓去99年，去超济去挽回迄个失迷的人。耶稣讲的这比喻遮大的选择，震动遮个宗教领袖的价值观。因为无人会因为一只羊，因为一只羊放弃其他99只羊无管。这不符合实际面，他投资报酬率。其实伫咱现代社会嘛是安尼，咱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凡事拢会先精打细算，咱付出多少，咱就要得到多少。甚至为了咱较侪人的好处，牺牲咱弱势族群、社会边缘人应有的权利甲保障。你有偌侪人会在意这代志？但是咱人的性命是无法度用量化来算。人的性命是无价的。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要宗教领袖知影，伫上帝心中每一只羊拢同款重要。上帝无愿意有一只羊行迷路。咱知羊也行迷路，我毋知咱遮厝的有饲个羊无？有饲个鸭子，应该是无啦。咱这羊迷路落单是非常的危险。它除了孤单无伴，它陷入在黑暗当中，四处漂流。最怕的就是它遇到豺狼虎豹，一经历就会失去性命。那因为是安尼，这顾羊的心非常的着急，要来超越迄只羊。放弃迄只99只羊，他不计任何的代价，伊想任何的办法，不管是天边海角，高山低谷，顾羊要一步一步真有耐心，后来汗水的汗，就是爱将这只羊找着。这个过程甚至爱参遭受来相拼，这是有性命危险的。但是每一只行迷失的羊，拢是顾羊的心肝宝贝。失而复得，对顾羊的心情来讲是无法度用话来表达。我毋知影顾兄这咱有啥物咱这世人的中间有啥物代志是咱失而复得的经验，应该是每一个人有。传道有一台奥多麦，大家拢知影，拢停伫咱教会下手边遮来台北市最方便的探访，毋是开车，就是坐捷运所以我的奥多麦常常跑不动我已经我准备清天的时阵我的那个电瓶就换了3次你家嘛是同款已经2个月我的摩托车都没在动了迄天他收掉就行去奥多麦店要换了一个电瓶。当那个师傅发动的时候你毋知我偌欢喜的。我看了那个摩托车我的奥多麦已经20年20年了我较早去做业务的时阵差不多大街小巷20年。那奥多麦发动的那一刹那，我足欢喜足欢喜的何况是一个罪人悔改，跟顾羊的千辛万苦找到这失迷的这只羊的时阵，伊欢喜的程度已经比我这较欢喜，已经实际的行动，伊从这羊抱起，肩头上面，这只羊当心得到主人的安慰、接纳甲疼惜，顾羊的欢欢喜喜，带羊返去厝里，甲亲情朋友做伙欢喜。咱之前讲的宗教领袖的议论卖话。甲顾羊的人找到失迷的羊欢喜的经营，成为很大很大的对比。
这宗教领袖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各样的，为了一只失个羊，会付出这大的代价。蒙着对这自高自大的宗教领袖，因决断无法度理解天父上帝对世界人的疼。这宗教领袖认为的疼是较接近有条件、有条件、有期待、有私心的疼。要在他们认定的安全范围里面的爱。以咱现在来讲，真侪人的疼嘛是有条件，咱无法度去疼，迄想法甲咱无共款的人，意见才咱无共款的人，观念无共款的人，对咱来讲，因是无代表咱疼，因为迄人可能毋捌尊重咱，甚至咱来讲，迄人捌伤害我，要疼伊。是真正是真困难的代志。上好是见面的时阵，咱话拢莫讲。伫咱教会内底，嘛常常有安尼情形来发生，互咱感觉真可笑。咱以我对上帝疼的感受，会用父母对囝儿的疼来比喻。父母对囝儿的疼真伟大，无毋对。总是内底有血缘的关系，是因为有血缘在里面。毋是出于自由，完全自由去疼。上帝疼较属于朋友之间的疼。亲人甲朋友无共款的所在是安尼，在于亲人的关系，咱是无法度选择，但是朋友咱会使选择。我举例来讲，咱厝的人会因啊，领做真侪麻烦，咱来讲，无办法，迄是我的囝，迄是我的亲人。我嘛是爱帮助伊，我嘛是爱听伊。但是若是朋友出代志，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帮他，不帮他。若是朋友发生事情了，你又愿意陪伴他，愿意帮他，这个是出于自由的听。上帝对咱牺牲的听，是属于这款自由的听。耶稣对伊的门徒安尼讲：，若是要跟对伊的人，就爱排去伊家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救赎牺牲的记号，无看重家己的好处，放无家己的认为的权利甲享受，愿意牺牲奉献。上帝就是爱咱用这款的疼去超越世上遐个失意的羊，直到全部找到为止。讲遐这，咱以前拢是一群失迷的羊。因为天父上帝听耶稣基督的牺牲，信心的引带，将咱对邪恶的世界救赎的教会，互咱的性命得到重新的起造，脱离黑暗，得到光明。伫教会内，咱享受真侪兄弟姊妹彼此的疼甲喜乐。但歹消息，互咱真失望。有时阵咱伫教会时间渐渐久以啊。咱无小心会犯了亲像遐宗教领袖的过失，咱对信仰失去热情，我们不冷不热，我们行礼如仪的变成行礼如仪的基督徒。咱看重家己的需要，有时阁分党结派，说三道四，咱无愿意委身服侍，彼此相挺，甚至叫主动施工福音的发展。渐渐，咱失去起初主耶稣呼召咱分队的使命。咱虽然伫教会，好亲像伫外口遐只失迷的羊共款，咱的心模糊无明，看无清头前的路障。好消息是，上帝疼咱世间人，然后一只走迷路的羊，伊拢无愿意放杀。伊收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着咱这世间行迷路、失去盼望的人，顶伫十架顶流宝血，牺牲伊的性命。咱每一个人的命，上帝拢惜命命。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宝贝。讲一下这，当咱愿意搁一遍悔改，来到上帝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无限的恩典的疼，永远伫等，
传道搁讲一遍，让咱愿意悔改，转来主耶稣面前，伊永远伫等。让咱愿意从看重家己的需要，变成看重关心教会的需要。咱的心思意念变成单单意念主于伫主耶稣的身上，离开世间有敌的引诱。也是安尼，相信咱的性命，咱的教会一定搁一遍经历信息的带领，成业技术一件搁一件，伫咱的教会，伫咱的身躯边伫发生。拄则书会执事嘛讲着，咱建成教会，如今毋是今仔日主日后的爱餐交易，互真侪兄弟姊妹感受到真温暖。咱社区事工带来互社区的长辈因的身心灵拢得到满足。社区周末才艺营，互社区的囡仔来到教会。咱建成教会，渐渐已经成为社区祝福的管道。对来，咱教会嘛善加利用咱现代的科技，咱不管是赖 FB 来联络，咱肢体之间咱彼此关心带到。咱教会即站有真侪的小朋友，咱的长辈，毋是跋倒的、破病带伊。咱透过小组团结、分工合作，咱肢体之间彼此关心带到，咱甚至到病院处理去关心、探访、祈祷，咱全教会总动员。这是非常水的画面。一早起来看到咱的立凤姐啦，这里顶面吼，哎呦，这边贴个纱布，这边贴个纱布，听讲拜五去才能弄车，哎，咱教会最流行才能弄车，对不对？进前是过年期展啦吼，听乌托来去弄车，拜托立凤姐啊，一定要让我们关怀部关怀部部长郑梅长老知道，而且我书传到怎样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恁若有小可感冒，咱爱互阮知影者咱大家爱知影，咱大家知影因为咱咧亲像哥林多前书12章第26节安尼讲，一体受苦，咱百体就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就共快乐。而主耶稣的听内底，咱决断无稳准一只羊来闹交。信的羊无人去看过去关心，咱来亲像探会共款，互相来颠倒。我们要互相取暖，我们要互相来鼓励。咱来将满满的听带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咱的信仰的中间。既然咱得到遮多的恩典，咱就要做伙将即款的上帝的听，互较侪人。咱来学习主耶稣的模样。从咱家己是一个歹，你凡事的底面，咱做伊的管家。咱路加16章第10节讲，咱是从细细的代志忠心，伫大项的代志伊嘛忠心。咱每一人爱忠心什么代志？咱就是爱亲像咱的大牧者主耶稣共款，咱来打拼，咱来努力，咱来挽回咱身躯边每一只心的羊。互因有机会明白咱主耶稣当心搁得到伊的听。可能有兄弟姊妹讲，传道，我无法度像某一寡人遮好讲话我真含慢圣经捌无做。各位兄弟，咱毋通失志，咱要用咱有诶去成就上帝美好的计划。咱若有愿意做诶心，上帝会来咱帮咱做。大家来建成2年，大家应该足了解牧师甲我，阮两个分数完全是无共款，个性嘛是无共款，但是上帝就用无共款的方式，互我去传福音。咱就要用上自然，上自然，咱免爱有一个对策，以上自然的方法去传福音。信心的大规律会帮助咱每一个人，甲去成伊好的代志。而最后，传道要讲一个小故事，真正的小故事。
一个雅马哈的教室，音乐教室内底，有一个差不多是中年40岁左右的基督徒的男老师，看起来很内向学音乐看起来都很内向信不信？信慧老师？对，都很内向。搞怪。有一位30出岁30岁出头的一个小姐，来印尼学习音乐学习拉小提琴小提琴。差不多在教课第3次的时候，这个老师很沉重的建议这个学习的音乐的小姐说：“你年纪这么大因为学音乐都是5、6岁就开始学了30岁已经算很晚了，还是一开始学小提琴他希望他音乐辛苦，有一个单歌，他来行远的。他就介绍他到一间刚刚成立有敬拜赞美就那2堂敬拜赞美来去唱歌。这个小姐也很单纯来去唱歌这位老师之后也没任何的动作，他也没去追踪关心他说，你去的怎么样什么都没有讲。我们无法得知这个老师他当初的用意是什么。我想我猜想，这个基督徒的老师，一种单纯伊的方法来传伊去走。你人来看，这干菜有什么效果？有效果应该是无啦，这样有什么好？他也没有事后的追踪，咱无准备小礼物或者拢唔是高声已经到的，唔是拢无。但是信息的大规咱超越咱人所想的到的。差不多你3年后了，3年之后，新第一个代志发生这位小姐，她以为先生，还他们2个幼小的孩子，竟然无拜拜，受罪诚罪基督徒，有奇怪无？真正是奇怪。咱感谢主，咱今日圣经第70讲的，心里有悔改受洗，一天里嘛要安尼为着伊来欢喜。阿门。每一遍咱教会有人受洗时阵，咱大家拢足欢喜咱上个月咱前次弟兄受洗好像在办婚礼一样，大家足欢喜的。但是还没结束，这故事还没结束事情还没解决，还没结束这位音乐老师他绝对想不到，当初伊一句话，伊的一个动作，有更较大的代志来发生。什么代志发生呢？奇妙代志发生伫15年了后，这位姐妹这小姐妹竟然成为牧师，叶先生成为传道。如今这两传道者里建成教会的服侍。你讲这代志有奇妙有欢喜感谢。就是安尼，我嘛感觉足奇妙的，足奇妙的各位兄弟，离台湾有95%失迷的羊，因的心真正是足孤单，真侪物质上面的物件是使法度来满足因，只有咱的保护者主耶稣会听。好像就当初17年前的阮同款，这失迷的羊伊等待咱每一个人的一句话。咱一个动作的邀请，咱当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知影，伊是宽容我。你无爱有一个世间有一个人来评论，你是爱人人拢反悔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帮助阮建成教会诚侪听的大家庭。愿意阮接纳每一位这失迷的羊。就亲像你愿意牺牲性命接纳阮同款，愿你帮助阮，伫世间每一日，拢会在努力将福音播扬，互世间人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求。